属款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咱礼拜带人关心的是，台湾目前青岛的山呐，都会在种果树，都会做农的。那有果树也有甜吃的啦，也有讲迄果汁梨等等哈，甚至果山茶也有啦哈，都在林业多农业时节用百姓吃的评分哦。还有两马总统的爱台生命态建设里面有讲到哦，半年期间有6万公顷的平地草林，都在下平地草林的经常的成果，很用百姓，迄么需要来检讨呢？啊，像底下呢，而且恁个来宾哦。向下来到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啊，提报那种诶书的种个动向啊，从书条下共同来讨论，啊，像电视机条前观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开会了！好，两下节目讲头来到的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嘅榕树北宫的北宫下嘅，大家经常讨论啦哈。你讲到目前台湾山呐，虽然森林的覆盖率有58.5%多，哈，表示讲台湾一般嘅海岛的面积都有。係森林的覆蓋嘅，不過咧山崖部分青島嘅種嘅山崖樹木咧，其實係果樹啦，無論種茶啦，一種種果汁類，一種諷刺嘅啊，青島吼係做人農業嘅生產，當然咧就地可能係農務用地，也可能係林地，也係國有林地，也有私有林地，各冇共用，不過都帶一樣嘅林地開發，農業都係林業，用百姓嘅變順，用百姓做共生共用咧，像你啊。今邊嘅節目我哋進行討論，馬上歡迎收嘅台檔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行政院農業會林務局草林生產組嘅讓俊賢讓組長，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林務局楊俊憲。稍後歡迎收嘅係台灣大學森林環境與資源那個邱其榮邱副教授。各位觀眾好，我是台大森林系邱其榮。稍後歡迎收嘅係長期關心台灣嘅山拿嘅地球公民基金會嘅楊俊楊研究員，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楊俊朗。再來歡迎收嘅係教書嘅、副書嘅有30人嘅太叔媽媽車芬玉阿芬珍，吼。全球嘅觀眾大家好，我係車芬玉。好，感謝你哋來賓啊，經常呢前邊討論吼。頭先講到目前台灣山拿青島嘅經常農業嘅生產，都在林業同農業嘅時節，用百姓嘅情況會發生呢？像先等等新聞記者講頭去山檔了解下。為了保護山拿，政府對1990年推動獎勵草林，馬當初建嘅廢樹國有林地，安尼做雖然冇唔錯，三馬衝擊了林農嘅生發。要以林業經營的這個形態來就可以，像這個柿子呢，你不能嫁接。水梨除非它是不嫁接，嫁接的不行。如果符合這個繳回的標準呢，這個繳回那個地上物呢，果樹跟這個公寮的部分呢，房子都不予補償。目前嘅條件就是1公頃收費30萬，地上物購置掠到，還有any乞丐物種下無選在內，這條件我哋種下無法度接受，我只愛土地辦分我哋。也係2007年林農面對草林政策嘅審商，不過政策執行到以下，林務局韓國林農相互上漲土地，使下喺全台灣各地出現。天地將新名，請恁保庇阮丁元祖先這開墾的土地，賣予政府甲咱收回。可能也是早期，生活困苦了哈，還有再回歸講過來，林務單位也執行不是很正確了哈，讓他一直從事果樹的經營了哈，結果就一直延宕到現在。政府愛改進林地嘅利用，要求林農配合，留土地萬本山拿。林農則希望保留土地，本今年做得成法。什麼改變也冇可能，因為青島墘較起嘅所在，也冇出條做。其實你較起嘅所在做都係樹拿嘅，也冇可能能夠去改建。就係較平嘅所在部分改變，我哋要求咩啊？雖然配合草林係林農保留林地主要唯一嘅方式，不過林農嘛討攤草林政策是採哪配合？我決定配合嘅政策講我哋草林1%種60條，結果呢2年3年嘅樹位都過到超過6檔，現實問題果樹嘅樹神安樣㗎，佢唔會來剪掉佢啦，剪講你針定你違法，人就繼續樹木本，就係咁樣，唔知為衝突不斷。
即块地吼，甲4外已经我拢总做林，拢已经做林，拢总完成啊，吼啊！但是即摆就是讲，吼，伊讲这粒水塔若无挂掉，吼，伊就无法度通互阮上用。草林唔但将系种树嘅天，应该要有下那完整嘅批土，工作前韩国草林之间嘅恰恰，应该用嘅进退将做嚟调整出协调嘅舞谱呢。看这三档的情况，马上进行现场的讨论哈。我想请教一下杨组长是讲，目前政府奖励造林啊部分哈，也都林农哈，记得可能特别种个的毛氏哈，来雌树嘛也是造林树种，然后可能接枝种田氏哈，哎，然后都三档你农业啦、林业两项，你们讲。面对的时候，产生情况样办，一般农民批下来奖励造林记的态度，然后做法还没当一起咯。关于说因为应该是种柿子啦哈，种柿子然后再接这个田氏啦哈。我想在奖励造林来讲的话，规定是不能种奖励造林树种，并没有包括柿子。我想要先声明一下。有毛氏。毛氏跟柿子是两回事，不一样，不同的科是两回事。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有种柿子再接田氏的话，在奖励造林这个方面来讲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有，它也是不能发奖励金，也申请不准。我想这一点先声明了哈。那我们也知道说，有些奖励造林树种呢哈，它可能是说经营到一半的时候，认为说，我已经种了这么久了哈，可能有些听人家的谏言啦，他想，我要种些有经济价值的果树啦，或者用接枝的话。这因为奖励造林是每年都要检测的，县政府每年就要去检测说它的林木是不是符合我们规定的成活率，它有没有种其他的违规的树种。如果违规的树种，这个不算成活率。如果成活率不够的话，它的奖励金领不到。如果超过2年多类似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会废止它的奖励，而且要追还以前缴的奖励金。所以这个对农民来讲的话，会比较吃亏的地方，他们就不能种这些我们讲的不能做超限利用就对了，不能种果树超限利用。所以模糊好咧，就进行法可能下来，农民还配签配转来是做嘅。对，特别量的签全部交转来。所以咧可能都相当咧下草林的认同其实假使做农业生产可能谈清楚我们看一下一般民众对于批合咧种植草林其实想法係乜嘅呢？我係講解態度帶到見，從來也唔是發生乜嘅屠殺了，我哋山要安大。也了較起嘅蔬菜，你種弄起新嘅生啦，呢度佢根本唔會有乜嘅屠殺了嘅問題。cái đảng thi phí chúng tôi là đến một cái càng khô cái sản phát trên là nghĩa là chúng tôi là thì tôi hay ngoài từ giải này ở trường因为一直以来呢都是3不5时的呢要来砍树，要来砍果树，要来把这一块土地收回。当到林农也讲希望来草林嘅农民其实希望讲，迄政策都係本地的一份方式啦我想請教楊組長是講，你下從頭來佢講到田氏佢總會種嘛佢就是講你下從東勢林管區嘅所謂改正造林這種好，因為你下當中已經善當種果樹種檳榔樹等等，那所謂改正造林是講10年的期間你做咧改種造林樹種，你下10年期間你唔會馬上是冇樹新生發做維持，但是咧10年的期間你會來做專業，來講產業升級等等所以不過你下改正造林係到94年6月30開始10年馬上係會慢嘅那你下看起來改正造林你下。對農民嘅生計咧，有10年緩衝期，你下看起來，你10年有拿無？NT 看個影片它主要它不是獎勵造林的，它是叫做國有林班地的駐地造林地，駐地草林地。依駐地草林地呢，去摸找林務局的規定，種林務局規定的造林樹種，或是說當處可能又找林務局種的草林樹種，比如講柿兒、柿子，它是屬於造林樹種，冇咁創。但是呢，去種了以後，佢即個拿來矮化嫁接就變田氏，就是跟以果樹經營，因為果樹經營農地屬於農作物的經營，跟林木的經營的方式呢是冇同樣。你果樹經營的時候，尤其是在國有林班地，它一定要怎樣施肥，矮化施肥，然後要做一個精密的農業的經營栽植，這個才會結成果樹，才有果實可以採收。如果它像林木這樣子經營的話，佢可能有冇秀心，
木树新叶期间，它就等于说它对这个果树经营来讲的话，会比较殷切一点。它现在这果树经营对林地来讲的话，它会怎样？除了它的要喷洒农药以外，要施肥。那如果下雨的时候，就会影响，因为林班地大部分都是水源保护区，大部分是水源区，所以影响到下游的地区。所以你刚才讲的东势林管处这个地方的话，有蛮多的哈，以前有蛮多的，就是说它是我们叫做朱地照来讲叫做违规啊哈，种植果树啦，违规种植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限期它要改正，有限期它10年期间要逐渐的改正啦。所以当时我们的林务局的规定就是说，你在这个10年期间呢，哈，先要求你每公顷要种600株的林木，平均均匀栽植600株的林木。等林木自然长大的时候，你的果树呢，哈，慢慢的就会减少。用这种方式，渐进式的方式要求他们改善。那种改善体之后呢，还摆是做种树停，其他完全做唔到。错，林业用地就要恢复到林木来使用了。完全准备种树。好，那邱教授，那如果说这改正造林有10年的期间缓冲，让这些在国有林地租地的这些农民，他的果树经营可以有一个退场的机制啊。那可是这个退场之后，这些林农的生计可能就无法维持了。那这两种中间，因为对林农来讲，他就没有一个诱因啊。这个计划，您觉得成功的几率会有多大？关于这个问题哈，其实有几个层面我们要去思考的部分。那我想第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从民众的角度来思考，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部分。今天他在山里面，他今天如果他只能拥有这样子的我们所谓的林业用地的这一个部分来讲，那事实上如果他有的林业用地啊，我们讲的他通通拿去申请奖励造林，刚才大家都讲到奖励造林其实是我们会补贴他一些经费的部分哦。那事实上就是到了后半期的时候，1年只有2万块的这个抚育的费用的部分。那如果说以一个家庭，我讲3万块好了，3万块，如果说他只要靠这个所谓的奖励金来过活的话，哈，他假如说1个月3万块，36万，他要有18甲地，他等于是要有18公顷的地，他才能够靠它来做维生的一个情形。那你想一想哈，真的在山里面有这么多面积的地主哈，其实非常的少了。那你今天回过头来，我一直是觉得哈，政府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政府设立的目的哈，如果说你只是一味的去告诉民众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而你倒回来，你并没有一条路引导到他可以去操作的一个部分。那你现在以我们台湾的这个所谓林农的这样子的一个组成，都是小林农的一个这样子组成，他拥有的地1公顷、2公顷，其实都已经算很大。那长期以来，我想这个问题哈，从租地造林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我们在这一个部分，其实民众对这个土地的需求的使用，你当然也许有人讲说他就搬离开那个地方，可是他搬离开那个地方，他更难以赖以为生的这一个部分。其实你真正的是要找出一条，在怎么样能够让民众他在山里面可以活得下去。那我们讲，大家都一直在讲，我们60万所谓的山坡地奖励造林的这个部分是要60万，但是你知道吗？这60万跟平地的这个造林的部分是240万的部分。那其实这几年我在里面，我常常在讲，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山坡地的地是不值钱的，你没有地租。因为事实上在平地的时候，因为休耕补助我们有9万块，那等于是你山坡地，我拿了这个地出来接受你辅导，大家好像说我们辅导的给他相当多的钱，可是事实上你去看，他每一年即使到后来2万块或是几万块，他是要出劳力，理论上他要去抚育他的林木的部分，等于是他要做事情，他才能获得这个收益的部分。那这个土地呢被绑20年，其实是一点相对应的是你没有任何的收入嘛，等于是你没有租金嘛，这是我们在讲没有地租的部分嘛。那我一直在强调的，怕的就是比较。好，该谢妈妈、大叔妈妈，你们用本来本来都农民哦，山党的农民有一份番后生嘅同事，要做古道草林种树的保护山呐咯。喺咱因为就讲哈，分期办，你全部以笼统的中央一种政策。太监人嘛，像啊平顶啊冇用啊保养梯，可以20年向挨一梯可以政策嘅多钱，佢并唔係讲挨味道种树嘅，但是较散一些的人又冇中央啊，佢想法又冇中央，佢挨就较提倡较务实，马上就给有个政策出来。个政策就讲哈，政府保安林、国有林，你就划分，
有一国外有医院呢，有的政府有的东西，那带头做保护起来，哈，保护森林，唔咩人老百姓因害，政府冇保护，阿妈唔好咩？伊用安尼讲下都明年的植树节安尼大活动经费付喺伊度钱，我就想讲哈，建议政府啊，前山呢，可以有一只规范，某个地方来申请种树的，某个地方本工作以后示范，按这样做啊。我想接着请教我们的杨俊朗杨研究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说，不管是邱教授或者是谢妈妈讲到说，这诱因很重要，让人民能够把肚子吃饱，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在山上生活这些林农或者果农也好。那这两件事情看似很冲突，可是它也存在台湾已经很长久一段时间了，甚至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日据时候被收归国有，但是国民政府来之后又没有解编的这些山坡地啊，这些林地。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长期观察台湾的山林，觉得有没有什么样解套办法？还是说我们现在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是来造林，但是提高诱因，就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得到一个缓解吗？高山农业它的利润其实是相当的高。那我们就以南山部落那边的山区的地租的租金来看，那边的地租的租金一年一坪，一年一甲的租金是高达100万。我说那宜兰南山那个种高丽菜那个高冷蔬菜那个地租的租金一甲一年100万左右。那我们平地的农地，我们高雄的美浓，一年一甲的地租只有5万到10万，所以我们高山的山坡地的地租非常的高。那隐藏的，它其实间接就是证实说高山的农业利润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不认为提高造林奖励金对于改善我们山坡地违规使用会有任何的效果，因为我们造林奖励金再怎么提高，都还是抵不上，高不过这个地租。对，高不过那个地租，它一年就100万的地租。那我们目前造林奖励金20年才60万，它一年地租就100万。所以我觉得很难用经济的手法去来改正这个现象。那看起来是无解了。那杨组长，杨家山哦。那我们租地造林地的话，很多都是位在林木经营区里面。那实际上，我们既然是属于租地造林地，当初我们这土地放租给林农的时候，就是要做造林使用，所以我们的合约的规定也要求他是要做造林使用。但是呢，他可能为了某种说利益的关系，便是说，本来我这个是属于林业用地，就是要做造林使用的。那你种果树的话，那当然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种果树，不做任何经营，那倒也罢了。问题是说，你可能会做些种果树经营果树的话，你就会做些施肥，会做些化学肥料，或做些喷药的关系，而引起到我们的水源涵养的时候，我想各位最典型的例子就看德基水库。它的有氧化的情形，对，那受害的是谁？当然受害的是下游的大台中的100-200万的人口，这是受害地区。可是得利的是谁？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山上种果树的这些林农。但是这样子对社会公平吗？村民台北节目提出来建议啦，还没有可能讲，其实你讲初林梯的族人因做那个种果树，签的10年期间不能赚了哈，假使转咧发现各种新的初林树种，伊可能经济价值较高的，甚至呢，伊可能还有这个台湾讲到碳量，这个吸碳量较高的，可能对台湾的整体的二氧化碳的都全球减少排放量有贡献啊。看一下热带的那种阔叶林给它碳吸存排量存量比个针叶树较大啦哈。那阔叶树的话20年，20年期间所以看到详细的。韩国的给有书还有台湾菊记得这种的20年左右有380公吨的相思树，给有书的375公吨，台湾菊的311公吨，可能也20年间碳吸存量还蛮大的针叶树可能20年小南参的柳杉杉木也有249公吨，也122到112公吨按多了是讲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诱因啊？邱教授，你觉得呢？改这些树种会比较好一点吗？碳权的部分我估计啦，以我们现在假如说是1公吨的碳的话大概你卖的价格大概以现在的价格大概也只有大概欧元的话可能是5块，
到10块左右。如果不是走京都机制的话，那你想一想，5块大概200块到1000块上下左右的情形哈。那你想一想，你能卖的钱其实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碳汇固然重要，但是它绝对不是林地经营里面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的情形。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它额外的有很多的利用的价值。我想这几年林务局在推，比如说推无患子，事实上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情形。相思树我们现在也觉得它不错了哈。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在讨论有一个树种，就是构树。对，构树其实它在生长做纸浆非常好的。那这个其实是你想一想，我们从蔡伦它就是用构树来做而且它生长也非常快的不是，我们现在希望呢，就是说，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些比如说未来它的用途可以就是说，你觉得它有特定的用途的部分，再下来就会谈到规模的部分。那规模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你可能不能零零散散的这边种个0.5公顷，那边种了多少，就是你要形成有一个规模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像云林，他们现在就种什么？他们种白仙橙，他们觉得说以后是某个程度可以提炼一些精油啦等等的那我是觉得啦，等于是说慢慢的大家对这些树种的选择，可能也是除了碳量的考虑，我刚才讲了，碳量可能是里面总收入也有可能是10%而已，其他的部分呢，我们觉得在可以经营的上面。真的是要能够去挑选一些好的树种，然后我们也希望比较是以形成一个聚落，比较一个专区的一个概念来做生产的部分。这样子，毕竟政府投入这些资金，我们希望呢，其实不是一直无限制的像无底洞一直投，其实当时就希望它只是一个什么，我们叫做起始钱的，英文就叫 start money， 先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资金，让你把林子建立起来，以后你可以透过这个林子去做一些生产的部分。我想这是我们政府当时。尤其是在平地上面去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的部分。好，那杨研究员，您怎么样看？我们刚刚邱教授讲到说，其实这些造林树种也可以做多角化的经营的一个思考方向。其实就是说，造林种树固然重要，其实种下去之后，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它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如果是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一些比较非保安林地或比较深山，不是高山地区，我们在浅山地区做这样子一个。造林的一个思考，多角化经营的一个方向，您觉得可行吗？森林我们如果分人跟人是否介入，可以分为天然林跟人工林。但是我们在台湾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在连人工介入的人工林的经营都不怎么样。那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人工林没有人愿意采伐？因为它的采伐，它的利是低于它的所支出是。低于它的能够收入，所以采伐目前台湾的人工林是不会赚钱。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木材都还要是靠进口。那再回过来讲说，原始林它是比人工林复杂太多了，它可能有几十种、几百种的树种在同一块林地上面。那人工林是大部分是单一树种。现阶段我们如果对人工林的经营管理都还不上轨道，那我们有什么基础去要谈说我们要去经营管理天然林？好，你今日找到太书下，榕树北公的太书下来讨论林业的问题啦。你講，其實林業係同複雜嘅一個問題，亦係同複雜嘅社會現象嘅總和啦。所以真難單一嚟去看。唔過你啊，講書嘅真見教你深度嘅課題，唔過你人可能冇好好學習啦嚇。頭話講到3檔種樹誒，都忙啲講一般人還有機會用變動用版型，你下過嚟做平地嚟種樹誒，係咪又係真見做解決你嘅林業問題呢？我希望等下廣告以後馬上做節目當中繼續進行討論。